面对人口的老化，甲着长者急症的问题，卫福部中央健保署推动居家医疗甲在急诊，互患者甲着家属毋免到病院来看病，嘛用得到专业的医疗照护，毋定减轻患者甲着家属的负担，嘛用得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这几年台湾的人口老化，那很多老人家面临一些急症问题，但是他身体可能不方便就医，可能平常常常躺床时间比较久。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到宅的急症服务，比如病人可能身上有一些感染，需要施打抗生素，或者有伤口需要清创，那我们医师能够到府访视，配合一些这几年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床边仪器，那可以给病人带来一些比较更便利的一些服务。那病人不用为了这个就医不便呢舟车劳顿，那也减少病人家属照顾的辛劳。大部分我们目前台湾的医院做这项医疗服务，其实都还是算是兼任做，就是他在医院还是有他的服务工作。所以第一个他是需要跟医护人员还有家属要瞧到一个好的时间。第二个出去的仪器的确还有包含电脑，包含这些给药系统等等，都需要再克服一些居家的不方便。那我们当然尽量以轻巧方便的为主但是有时候通常出去还是带着一两个行李箱这样出去。新台病院一般内科当时新店社区健康照护中心的副主任王俊林表示，虽然居家在急症的医疗才拄起步，一寡病症的范围限制，甲着医护人力资源的调配，也阁需要各界做伙来参与甲改善。但对着一寡反复大院，如果伫个出院进前做好卫教，甲推广伫厝急症的医疗，嘛用个减少患者持续大院的风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